我自细汉就住伫咧遮，家人的咖啡店自从日本时代的时阵就有啊。因为家人是一个港口的关系，有少侪人会来到遮做生意。会去咖啡店的大部分拢是中辈，因规工伫咖啡店内底食薰、拍牌、踢讲。即马有愈来愈侪少年人开无同款的咖啡店，亲像我就是伫咧市场内底卖咖啡的。参较早无同款，我的咖啡是用手冲的，毋是用筛粉煮的。食咖啡一向拢是现代流行的印象，毋过若甲你讲，台湾人食咖啡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你敢会相信？迄时阁有一区叫做金澤，家人的咖啡店足特别，遮的咖啡大部分拢是用筛粉去煮的，阁卖小胖加鲜豆一子。民国40年的时阵，咖啡有冷啦，就算讲水焦，热天啊水焦就。大家安尼冰冷冷食啦，哎呀，都是拢入关啊呀！阮早起食要读册，就爱先个帮阮妈妈倒入啊，就无好一罐一罐就好，早起菜市也卖啊，哎呀。若是台湾人伫咧100多年前伫咧食咖啡，敢讲迄当阵就有咖啡馆？那安尼咖啡馆佫是生做啥物款咧？是安怎到呾？家人咧食咖啡，就好亲像咱咧啉滚水遐尔思常。是安怎伫家人会当看到甲别个所在无同款的咖啡文化？为古早甲即马，台湾的咖啡馆又阁有啥物款的变化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讲到咱台湾人爱啉这凉水饮料，还佫有咖啡，还佫有茶，这路头路尾这块店面是开甲满世界，常常看到咱人吼，拢是一人手提一杯，有的人是啉品牌，有的人是啉气味，甚至真侪人啉甲拢变做是内行人。也讲到这是台湾款，进前捌做过一集茶，今仔要来讲到咖啡。你敢知影讲，其实咱台湾人啉咖啡啊，一年会当啉到28亿外杯遐尔多。所以今仔日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甲咱的客厅，要讲开讲到咱台湾咖啡的故事。头一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台湾各地头伫咧研究咖啡，甚至走去日本要出册的陈湘南陈老师。哈利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咱在地咖啡农，会当讲是第3代咖啡农，来邀请对婚姻讲起来的刘一婷刘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看你今仔有炸这是咖啡豆啊，啊个迄个是迄个蔓越莓还是啥？无，这拢总是咖啡。比如讲，这个盘内底吼，有3种品种。一种是阿拉比卡的品种，另外这个品种是叫做罗布斯塔，另外这个品种因为还未红，这今日透早咱甲拄慢的呢，所以这个品种这个时间伊还未红，所以这个品种叫做赖比瑞亚，所以全世界3大品种吼，咱拢有早来现场。即马这咖啡豆咱挽来了后，有4种处理方式，就是讲有水洗、半水洗、蜜处理，还有日晒处理法。即马这是红色的果，如果咱拿规粒果直接甲拍个打，咱就叫做日晒处理法。吼，就是拍起来是乌乌安尼，伊拍的时间将近25个工作天，伊才拍个打。这是拍打了后是半成品尔。拍打了后的咖啡啊，如果咱即马要甲伊经过烘焙的过程吼，伊爱佫甲这个壳甲摕掉，伊佫有一沿壳吼需要甲伊摕掉。你看这个，佫爱甲这个壳摕掉。摕掉了后，伊佫有一个膜啊，这个膜啊嘛要摕掉，佫经过分大细粒，分级了后，咱佫爱甲伊内底无好的咖啡豆，咱爱佫用人工佫甲拣出来，拣出来了后，咱才会用入来烘这个咖啡。烘的部分佫有分，要烘浅的、烘中的，还是要烘较深，这甲伊的口味有绝对的关系啊。是。咱台湾人上早伫当时接触到咖啡，听讲你今仔有炸一本册来。是。咱知影讲啊，全世界的咖啡，咱是发现的所在是咧非洲的伊索比亚，这是咱发现咖啡的所在。所以咱以前的台湾是
无种咖啡的。但是全世界适合种咖啡的所在是咧北回归线25度，甲南回归线25度，这个所在是目前全世界拢适合种咖啡。但是咱台湾有咧这个纬度内底啊，所以其实咱台湾是适合种咖啡，但是咱台湾咖啡安怎来上应入来，我嘛是找足侪时间呢去了解讲，咱台湾咖啡到底是安怎来？但是到上尾啊吼，咱有看到这本册，就是咧1929年的时阵吼，有一个叫做樱井方次郎哦，伊这等于是日本的农业的迄个技师吼，伊咧台湾种咖啡，咧种咖啡的过程内底，因就有去写这本册，内底就有记录到讲，咱台湾上早发现。咖啡向印入来的时阵是追溯去到1884年的时阵，由迄个英国的商人德记洋行因对菲律宾吼，因第一批的咖啡入来咱台湾种，迄当阵写是写110丛种咧倒，种咧咱台北的三甲，伊的旧地名叫做三角印迄个所在，这是上早有这个文献的记录的所在。其实咱咖啡算讲是农产品啦。哦，农产品啊。啊，一个200年前进前吼，日本人吼，伊是先上比台湾都较先接受到这个咖啡嘛。所以伊把用这个咖啡当作是咱迄外国人伫咧啉的乌茶啦。乌茶。所以上早卖咖啡是伫咧茶庄内底卖咖啡。伫茶庄内面卖咖啡。开始卖咖啡，伊是农产品啦。算讲是讲。啊，都我伫啉的乌茶啦。啊，你啊讲台湾上早文献顶端上早出现着这个咖啡的卖咖啡的记录吼，是伫咧1897年时阵，伫咧迄个时候台湾的报顶端，都有人刊广告，刊啥？顶端写讲吼，一间叫做西洋庵西洋轩，西洋庵欧风咖啡茶馆。内底是卖西餐的，伊顶我讲过讲，伊有卖西餐，卖咖啡，都卖咱即摆囡仔上爱食omelette啊，2包饭啊，算讲拍广告。除了即个欧风咖啡茶馆吼，伊的第2年吼，伫咧1898年时阵出现另外一个广告，伫咧报纸顶外即个广告顶外啥？酷戏日语就是咖啡啊，要啉咖啡都要去北门外八九庵哦。八九庵听的那是日本料理店，所以表示讲吼，迄个时阵伫咧不管是西餐还是种料理店内底，都开始有人伫咧卖咖啡啊。毋过咱讲真正讲上早台北的咖啡这种西方的这种西洋的这种咖啡店，应该是伫咧1912年伫咧新公园内底。你即马去新公园吼，挖迄个总统府迄个角啊吼，你就看到。有一间庙啊，公园内底有一个庙啊，因为200公园嘛，庙后壁是顶方向公园管理处、公园管理处，迄栋一个100年前是一个2层楼的茶厝，迄都是一间上早咱台湾第一间西洋的咖啡店，叫做西啊，咱喺庙埕咧人西迄个西啊咖啡店，叫咖啡奈哦。伫咧1907年时阵，日本伫咧因东京啊举办这第6届。矿业博览会啦，劝业博览会、矿业博览会，迄个时阵伫咧迄个有诶喏，即嘛上野迄个所在吼，有一个所在叫不忍池啊，不忍池。迄不忍池即嘛都伫咧边仔度一个台湾馆，迄台湾馆内底有展示咱迄个时阵吼，100年前台湾诶农产品有啥？有包装茶啦，有红茶啦，都有咖啡豆啊。所以表示伫咧1907年时阵，咖啡豆啊已经变做农产品的一种。会使摕出来卖啊！我想要请教哈你啊，就是讲，这2张相片看起来足像的，这敢是同一个所在？这同一个所在，这伫咧咱家人吼，伫咧家人迄落即嘛，足有名的酒家葱油饼的对面，遐2路搭信义路的十字路口遐，这个所在吼，这是100年前伊的相片啦。边仔吼，咱正手边吼，相片迄日本时代迄个厝吼，你最顶外招牌有写吼。岸田无福店无，Kishida，这个 Kishida 像，即嘛日本总理，即嘛拄好是日本总理，因的阿公带因祖公，这个位，因阿公带因祖公伫遐做生意，开2间店，5号店都是卖布的，日本的因讲5号店卖布的，做伊种
和服迄种布料店，啊，都一个是食茶店，伊讲去纱布，就是吃茶布，就是直接卖咖啡，嘿，这因阿祖带因阿公直接做生意，即卖日本总理，嘿，岸田文雄，嘿，去四大上，嘿，因阿公带因阿祖直接做生意，嘿，安尼当时甲这个茶茶啊个咖啡，这两个安尼甲分开啊。好，我大家解释一下。茶茶吼，诶，汉语叫吃茶吼，日语叫 kissa。kissa 本来早期哦是伫咧日本，因大家有一寡戏院哦，因看一寡传统的啥物诶歌舞伎无，因迄歌舞伎附近拢一寡茶店嘛，你看戏看了会使去遐啉茶嘛，吼，像咱以前歌戏嘛共款哦，会使边仔有开出一个茶店嘛，所以这茶店拢叫茶茶。茶茶，为中国茶茶的习惯传了日本了后，就变茶茶这两字，叫 kissa。后来吼，因为咱头拄有讲着讲哦，一开始哦，这个咖啡是农产品的一种，所以因若看做是哦，外国人伫咧啉的乌茶，所以不止伫咧哦茶庄内底伫咧卖茶，哦，因嘛伫咧这个茶茶店开始卖咖啡。后来哦，煞愈来愈时行了，变到茶茶店。你即摆去日本吼，看到昭和时代吼，东京足侪顶悬头前写茶茶，吼，叫日语叫 kissa。拢是咖啡店哦，迄无咧，迄有卖茶，但个主角是拢是卖咖啡的哦。老牌咖啡店，像咱即马台湾吼，你若讲咱个1950年50年以后哦，只老牌咖啡店哦，日本人看拢叫茶茶店。这毋是下米，这是伫磨咖啡豆的工。是，我嘛是因为写即个议题了去日本吼采访，我知影。哦，我毋捌想过讲，咱100年前，迄阵时也无机器会使磨豆啊，是啥磨豆啊？去遐才知影，即间吼叫凤香堂哦，饭香堂。凤香堂伫倒位？伫咧咱迄因关西的迄落神户靠北，靠北有一个所在叫圆体，叫摩多马吉。摩多马吉的一条街啊，叫老咧叫商店街顶悬哦。即间店吼，伊是伫咧1874年开业的，超过100年啊。即间店吼，即嘛是日本文献顶悬有记录上早卖咖啡的所在。伊其实是一个茶庄，咱头拄仔讲了，伊都是卖茶。吼，你即马去伊个店面吼，你去店面伊门口正手边就看，伊就传统的茶庄。啊，日本的茶庄咱台湾共款嘛，都是卖茶。伊个四卡箱啊，哦，遐四角的箱啊，一卡一卡卖茶。除了这，伊正手边哦有架另外一个架间，顶悬就写日本上早的咖啡店。哦，就是这间店。啊，你看伊门口，因为伊哦，算讲要宣传讲伊是日本上早卖咖啡的所在吼，所以哦门口放这个石磨啊无，伊逐工早起用伊电脑里面卖咖啡豆啊，弄石磨磨好。哦，所以算个招牌，伫遮足有名。头拄仔咱看迄咱台湾有广告，哦，要啉咖啡无，爱去北门外找北州阿妈，还是去迄落西洋N，意思拢相像啊，都是卖咖啡。但我卖咖啡，搭咖啡店，咖啡店都无共款。咱头拄仔讲着吼，因为像你即马去7-11买买讲会使买着咖啡啊。对。但我无表示伊是，无表示讲伊是咖啡店嘛。对。所以咱分开看。日本的上早的咖啡店是喺倒位？是伫咧乌埃诺，迄是伫咧1888年。吼，这个头家吼，因的祖先吼，搭咱台湾就有关系。跟台湾关系？郑成功。哦，郑成功。郑成功因伊的后代，哦，郑成功因老母是日本人，吼，因的后代吼嘛是伫咧日本有发展啦。后来吼，伊就伫咧即个1888年时阵，伫咧即个乌埃诺上野即个所在开一间叫做可否茶馆，吼，伊个卡希萨康，伊听讲2层楼啊，吼嘛是内底有吼提供即个纸牌啦，吼鸡盘啦，吼都有即个咖啡啦，吼。算讲上早吼有即个西方即个咖啡的形态的咖啡店。你即马到迄个所在吼，伊咧路边吼倒一个 stainless 做的迄个牌啊，顶悬都有相片，搭写伊的故事。哦，日本人逐看做是日本上早的即种茶茶店，吼去沙店，就是种咖啡店的所在。哦，发展的所在。这张相片咱看到吼，一个二楼顶悬啊，这毋然插一支日本国旗，啊，搁有过来的查某囡仔，老师这张相片有啥物历史意义啊？哦，这个所在吼，即马都伫咧，伫咧，嘿，这个是咧咱南京西路搭
延平北路的十字路口。嘿，哦，即嘛一楼嘛是咖啡店哦。哦，专门卖台湾咖啡的，叫深高沙咖啡店。啊，对，我知。你知吼？我知。有名。伊的二楼吼，以早这嘛是现在的咖啡店，最有名，叫维特。维特迄那个少年维特，帮人叫维特。啊，这个头家吼最有名，伊哦是咱台湾的艺术家杨三郎的阿兄。杨三郎阿兄吼是伫咧现在是伫咧台湾日新报纸内底一个作记者。啊，最近伊开咧二楼。日本吼开始事件讲伫咧咖啡店内底有请这个小姐。这个流行到台湾了吼，像这间店啊，维特二楼，你看到迄塔门有一寡小姐徛遐，你有看到无？就伫后壁，伊伫叫楼骹的人客有无？有因落起来无？啊，所以哦，这个时阵哦，代表迄个时阵哦，台湾哦，啉咖啡哦，已经哦，足时行。1932年左右嘛，已经足时行。啊，讲到咱台湾啊，对着这日本的骹步，就亲像因迄个咖啡店安尼一个发展。啊，究竟这台湾的咖啡安怎演变落去咧？咱小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啊，讲到这啉咖啡啊，咱台湾人是三不五时招你去啉咖啡，要请教哈利，踮咧迄个日本时代时阵，这个人因啉咖啡的时阵，拢是为着做啥物代志？是讲啊，啥交流感情啊，还是去遐创啥的？是，除了讲咱头个讲着种，佢有内底有一寡咖啡店请查某服务生，有个人去遐约会，讲重要代志的，都有一寡文人，像咱拄仔讲的一寡艺术家，因吼。开画展吼，伫咧倒位？就头拄咱讲迄伫咧新公园内底迄个西亚咖啡店，遐做在台湾有名的艺术家，早期的拢伫遐开过展览，伫遐开会过，迄拢有相片，除了这我拄好写另外一本册去写日本的咖啡店的册所以我有去日本的大阪、大阪去找到一个咱台湾日本时代去遐。食头路，后来因为战争留在遐，带日本某落开咖啡店的头家叫刘先生。伊是伫咧日本时代1920年伫台湾出世，后来去日本去遐步行去遐，伊是台湾的商业高级学校毕业了，走去遐去遐食头路，因为战争就留在遐。伊战后日本战后期一开始是足可怜的，伊咧战后拢像咧。大阪车头前拢是乌市，乌市有一寡家厝大家用物件换物件，因为战争了后，大家拢无物件通食嘛，散掉。遐就伊就伫咧角遐用茶板订一个家厝伫咧卖开少，大多人讲食茶店、去沙店，遐都无咖啡，伊用红豆汤搭红茶，算伫咧放刻盘，放音乐，红个伫咧做生意。后来慢慢开始咖啡有入吧，伊就开始开家己的咖啡店。这相片都是伊一个1960年时代时阵伊的店名。名曲吃茶无，日语叫名曲去萨，名曲是啥物意思？名曲就是刻盘啦，放音乐的所在叫名曲，表示讲后壁食茶都是咖啡嘛，就是听刻盘的咖啡店。为什么伊会开这个店？就是因为伊甲我讲，伊咧学生时代都伫台湾时阵伊去两个所在拢去遐听刻盘。一个就是咱拄仔讲的新公园第一间西亚咖啡店，一个即马都伫咧叫普利路。咱民生西路迄个普利路西餐厅，伊即摆西餐厅嘛。伊早期是一开始都是咖啡店。一开始咖啡店。其实你看伊以前的相片顶面都只食茶，两个都是卖咖啡的所在。遐就伊拢讲去遐来遮听刻盘，影响到伊后来去日本开这个咖啡店时，内底有放刻盘，放音乐互人听。这咖啡自头至尾听起来敢是一种配角的角色，但是认为讲这咖啡对大家联络感情来讲这个物件伊敢有重要无？咖啡其实伊真重要。其实讲咖啡你去咖啡店无可能做一项代志你大家想看卖，从前几年有一寡少年头家开咖啡店伊强调讲伊内底伫卖咖啡拢无卖别项物件。不过你去一间店，当然会使解决一项代志其实足无方便的。像我等下答主持人讲，约好讲咱去遐讲代志，我都爱先食饱了都爱啉咖啡，无就是讲代志讲了遐无卖食物件，所以咱都爱找所在去食饭，足麻烦的嘛。
所以你看足侪咖啡店哦，自50年前到即嘛，台湾咖啡店足侪头家都是一开始拢讲内底当卖咖啡，后来拢开始都卖食的。你即马去日本看吼，去欧洲看，其实因的咖啡啊、咖啡店，其实搭餐厅吼是意思是另外一面的肖像。吼，从日本的咱讲喫茶店都是食茶店吼，因内底拢卖啥？卖招牌拢除了咖啡哦，倒啦咖喱饭啦，吼，三豆一子啦，吼，三明治啦，吼，啊都有啥物cream 啦，ice cream 啦，冰淇淋啦，吼，因拢卖遮有诶无诶啦。为什么？因去遐无可能当有咖啡摊会使点。啊，我去意大利，去法国，因诶哦，卖咖啡的所在内底拢内底都是餐厅，所以哦，咖啡伊。我感觉伊上特殊的所在就伫咧食。哦，你去个咖啡店哦，虽然咖啡是主角，不过伊嘛是配角。为什么哦？这个两三百年吼，咖啡店到即嘛生意都愈来愈好，就是这个原因啦。我是对。啊，其实去到咖啡店迄个所在啊，其实唔那是人甲人之间，而且是一种流行文化的代表。也讲到咱台湾这边呢，是学真侪日本迄边的物件，甲伊学过来。也讲到咱台湾，其实事实上，咱台湾家己有种咖啡豆啊哦。进前啊，我伫咧农会看到吼，台湾的这咖啡叫做古坑咖啡啊，真侪人像阮隔壁迄个阿桑伊就甲我讲，迄可能是进口来吼，挂咱台湾的扛棒。事实上毋是安尼哦，咱台湾真正有种咖啡，确定啊，咱小休困一下，继续回来讲。即马无论伫咧台湾倒一个城市，拢会当看到有真侪连锁，也是小小的独立咖啡厅。有真侪咖啡厅拢会评讲家己是用倒一个国家的咖啡豆啊。毋过伫咧1950年代，台湾的豆粒就有全亚洲上大的咖啡工厂，甲台湾的咖啡豆啊销去国外，而且台北的咖啡厅嘛开始使用台湾出产的豆啊来煮咖啡。较早来啉咖啡吼。讲较歹听，有钱有用，啊清水水无代志做的人，伊还咧消费。35岁至55岁这个阶段，需要这个阶段的人咧啉，看伊的清茶，甲咱咧街仔路行的人的清茶都无共。台湾的咖啡厅嘛，毋是即几冬啊，才愈开愈侪。伫半世纪之前，台湾的咖啡厅嘛是一间接一间咧开。咱拢抓准咖啡是过咸水来的，想袂到原来甲咱的生活遮尔啊近。早期谈情说爱、相亲呢，拢靠咖啡厅。有人的所在就有咖啡通啉。有人的所在就有咖啡。百外冬来，台湾的咖啡厅嘛见证着台湾人的生活。在那里吼，因为咱伫咧现场吼，较无方便啦吼，无可能讲更会啦，所以我是摕物件来讲，表演吼，我讲艺术一个吼，其实伊吼正统是内底吼，下骹是加速会吼，加速会吼，啊当水滚了后吼，啊这咖啡粉吼，它倒入去，倒入了吼，伊吼会继续滚，滚差不多40秒到1分钟。吼啊！我这因为我去日本哦，因拜访因个老店，100几年的老店吼，因哦表演都是互我看就是安尼，因即马都用这个算讲古早方法伫咧冲咖啡。了后吼，哦40秒到1分钟了后，火关起来，关起来了后用这个法兰绒啊。为什么叫法兰绒啊？法兰是英文哦 ，flannel คือ凉布啊，因为伊应该变法兰绒。凉布伊一边是凉的，一边是绵的，拄好会使过太这个咖啡时阵吼，保留迄个油脂伫内底。哦，咖啡油嘞。咖啡油对，因为迄个 cream 吼，像那意式机的迄个 cream 吼，意大利啉咖啡爱 cream 啊，你也用纸吼，即马酒，咱即马吼时间吼，一寡咖啡店用纸伫咧冲的吼，伊后刻表较清气。虽然啉的咖啡哦较清气，不过都无迄个油脂会使啉，无迄个咖啡油。啊，迄个芳气吼，有的是为遐来。所以有的人爱用筛缝吼，人迄个虹吸式的艺术嘛是小像啦，就是保持迄个油伫内底啦。伊即马吼熄火了后，火关起来了后，用这咱凉布铺入去，
吼，铺里了吼，就用这咖啡哦，头拄煮好的吼，就倒入去。吼，啊倒入去了吼，就开始从咱迄伫咧柜台迄个豆奶来选，用手去来准。哦啊，伊个咖啡粉就伫内底嘛，出来就是咖啡啊吼。啊，因为我无啉过啊，所以我等下炸这吼。爱辣椒，有诶爱辣椒，啊煎，啊咖啡就慢慢切出来。台湾啊，这种咖啡豆啊，这历史，因为你讲你是这个种咖啡农的第3代，啊，因为是讲这是战争了后啊，日本人离开了后，因为伊是依赖台湾这个所在种咖啡的，啊，因离开了后，这咖啡园敢是放的趴远，还是讲有人刷落去继续种？阿公甲我口述甲我讲，因为迄当阵因的老师拢是日本老师，所以因拢小可会晓讲日本话。因要离开的时阵，阿公就甲问讲啊。恁这咖啡啊，等于日本到底是拢安怎做啊？因为恁咧遮种咖啡，啊，阮咧遮做工课吼，迄个咖啡阮拢毋捌啉过，嘿，啊，所以因就甲日本人问，叫日本人就甲教讲吼，你就去山顶甲迄个红色的果啊，甲挽来了后，你甲拍个打，吼，甲即马咱拄我讲的日晒处理法共款意思，啊，拍个打了后，伊就是甲迄个甲伊的硬壳吼，甲拧个喙。啊，甲迄个籽甲摕出来，迄粒籽摕出来了后，以前咱拢有香茶，啊有迄个咧小大鼎迄，啊伊讲你甲咖啡豆啊放入去内底，啊一直甲炒到伊爆裂，炒到伊讲伊爱炒到表面小可出油哦，出油了后吼，伊就以前哪有磨豆机无嘛，伊用蒸菇啊，以前用蒸菇，伊就甲捣碎，伊就甲蒸菇甲用个喙。啊，嘛是用油布，所以甲这老师咧做共款的。伊用这油布，伊在咪拢爱迄个煎药啊，有无？啊，用迄油布甲包咧，啊，甲放咧地锅吼，甲煮5分钟。哦，伊讲伊迄当阵伊就是安尼煮咖啡互迄个来试啉，但是伊敢讲啊，这咖啡啊，佫苦佫涩，啊嘛毋知要卖互啥物人。所以日本人离开了后，其实这个咖啡是规个没落，啊，包含咱的阿公，伊就是甲迄个咖啡臭掉，会去种其他的农作物安尼。所以迄当阵就是因为日本人当初的咖啡拢运转去日本，咱在地人拢无咧啉，啊，但是尾啊，因为无咧推广，过来阿公嘛有讲到一个重点，伊讲迄当阵吼不倒就顾袂饱，哪有时间好去煮咖啡安尼？大家有安尼讲讲。是。安说了，请教头家吼，就讲，对啊，咱其实这个有一块杯啊，咱叫一块杯啊，这3块杯啊顶头有印3个人，是。啊，这3个人是，甲咱台湾的咖啡历史来讲，这3个是最重要的人物是。这3个人我就甲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讲，其中一个叫做黄庚子先生啦，吼，伊当初就是日本人咧1932年的时阵，咧咱古坑的荷包山。种咖啡的时阵，伊是咧内底上班的。伊甚至到即马，虽然伊咧103岁离开阮啦，但是伊有甲昭和14年、15年的时阵吼，日本人付伊的薪水袋啊，伊到即马拢还留咧。吼，当然因的囝伊是说有留落来。我拄讲的，这个就是刘月香女士啊，这刘月香女士就是过去互这个。咱的迄个黄庚子因的大汉后生，但是这个刘月香女士咧，伊咧民国差不多53年的时阵啊，咱即马咪拢有一乡一特色嘛，伊咧民国53年的时阵，咱婚林县吼，伊就是一县一特色。迄当阵婚林县的特色叫做迄个咖啡，啊，需要找迄个妙龄的小姐去翕一张相片。啊，伊当初阮这个姑姑吼，伊当初才17岁。所以伊就是阮拢甲讲叫做咖啡小姐代言人，安尼啊，所以我嘛认为讲这是非常的重要。啊，过来咱第3个杯啊，来，谢谢。这个叫做陈守仪先生，啊，陈守仪先生就是讲，日本时代因为咱的咖啡日本人离开了，咱的咖啡是没落，但是咱甲民国47年的时阵吼，咱有起一间迄个美元。美国甲咱援助起一间迄个全亚洲上大间的咖啡加工厂。啊，这个陈守仪先生伊
当初伊就是咧这间加工厂内底是一个烘豆师，伊迄台的烘豆师吼是90公斤啊，一届用烘焙200磅的布。啊，咱有一寡历史的相片，拢总是这个陈守仪先生伊留互咱的。啊，即马目前吼，敢若这个陈守仪先生伊今年85岁，啊，伊嘛足希望讲。甲伊知影的所有咖啡的历史甲文化，互更较侪人知，所以咱需要足侪资料，伊嘛提供足侪相片来互咱，啊，互咱甲更较侪人讲这个代志。所以伊是咧61年前第一个行咱高坑咖啡的人。拄则有讲到迄个工厂这部分啊，听讲这个工厂伊设伫咧森林斗六，啊，为什么伊要建伫斗六这个所在？咱就有讲到讲，日本人咧咱全台湾省拢有种咖啡，但是尾也有3个所在较大量有系统来种这个咖啡是花莲、南投，甲咱森林古坑的荷包山。哦，这3个所在是较有系统，甚至阮荷包山这边伊是种85甲地的咖啡，所以迄当阵民国47年，伊会去选择，去选择讲咱斗六。这个所在要去甲制造一间迄个咖啡加工厂，是因为当初这个日本时代种植咖啡的迄个历史甲文化，伊拢有留咧咱这个古坑的这个荷包山，所以伊本身就已经这粒山头内底就拢有种咖啡，所以因当初要来斗六遮开始起这间工厂进前，阁有邀请一个叫做后藤博士，伊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内底一个叫做后藤博士，伊是咖啡的权威专家啊，所以伊来台湾了解这个整个咖啡的历史的时阵，伊嘛来看咱荷包这个地理环境，伊认为讲这个所在来种咖啡是非常的好，所以因当初才选择咧咱斗六这个所在去起这间加工厂。伊所有加工厂的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来拢是美国甲德国进口的。实际上非常，迄当阵讲的是叫全亚洲上大间的咖啡加工厂。迄当阵所有的咖啡伊慢落来，因为包含伊爱慢咖啡豆啊，慢落来了后，伊会咧咱荷包山有一个工作站，迄个所在就是巡山、巡山员咧住的所在，啊咧顾这个荷包山。伊咖啡豆啊慢落来了后，咧这个所在会登记。甚至讲，伊会甲伊啥物人挽偌济公斤，拢总会做登记。登记了后，伊就会甲送去咱斗六的这间加工厂。这间加工厂内底有脱皮的机器，脱皮了后，伊下底佫有咧发酵的迄个水池，用迄个水洗处理法，甲咖啡的皮摕掉，摕掉了，甲经过发酵，甲迄个橡洗清气，啊了后咧，咱的这个咖啡加工厂内底。经过脱壳，经过抛光，佮经过烘，伊佮甚至用磨做粉，甲装做一罐一罐的这个咖啡的成品。所以迄当阵，咱森林斗六的部分有小部分有咧这个所在咧卖，少部分尔。但是大部分拢卖去倒位咧，卖去这个台北的西门町啊，有一间叫做。南美咖啡啊，即摆伫咧，即摆要伫咧，啊，所以你看，迄当阵都已经有咱家己种植的咖啡咧，咱台湾内底生产，互咱台湾人会使去啉到咖啡。后来这间工厂是毋是有一段时间伊无运作啊？是。啊，迄段时间无运作了后，这咖啡农大家拢敢是拢转道啊？尾啊，这间咖啡加工厂会收起来。伊原则上是因为开放咖啡进口，咖啡进口啊，咖啡一进口了后，伊的咖啡的单价足低的，但是咱台湾咖啡的人工的成本小可较悬一丝啦，所以包含这个西门町的迄个南美的咖啡伊嘛开始去买进口咖啡，所以尾啊，这间咖啡加工厂伊就是因为伊感觉袂好。所以咱美国这边就无过金源这间咖啡加工厂，尾啊这间
加工厂就收起来。伊当初是隶属于咧迄个农复会内底，农村复兴委员会嘛，迄当阵是安尼，对。迄个时阵啊，美国有协防台湾，所以等于讲伊嘛是有一条资金入来，吼，斗相共咱台湾这个咖啡的产业。啊，既然有这个美国人来了后，伊敢对咱台湾这个啉咖啡啦，也是讲做咖啡豆啊，这有啥物款的影响，还是讲啥物款的变化？美军入来了后，有一种叫陆军的福利社。吼，英文叫 PX， 简称叫 PX。迄个时阵咖啡都是算管制，无遮尔好买着。啊，美军用的咖啡吼，因的咖啡粉就是吉隆咖啡规罐。所以吼，我伫遐采访即落咱咧平湖的迄落上老的805的咖啡店，伊是1957年开业的。迄头家话讲，迄个时阵伊都是吼，逐个月吼，拜托即落美军吼，伊的人客吼，讲借迄个证件。因为平湖去高雄足近的嘛，免半点坐飞机，免半点钟，就去高雄。他拄咱讲的陆军的迄个福利社 PX 去买咖啡，伊有证件会使哩，吼去福利社去买咖啡粉。所以迄个时阵，伊就是即间咖啡店，吼805，伊是1957年开业的，不只是平湖上老的，台湾算起来嘛是第2老的。啊，看因门口顶我写名客咖啡哦，他拄咱讲哦，日本哦。迄个时代就流行去遐听客盘，哦，名客哦，名曲吼，名客，因个名曲去起啥，嘛影响到台湾。这咖啡的演变哦，是除了日本，都有美军遮吼，哦，足趣味的。伊哦，无共款的人来到台湾吼，就对于咱的咖啡就无共款的影响。啊，为什么讲会伫迄款西餐厅讲咖啡店内面啊，也送这番仔火？因为以早战后了吼，日本甲台湾拢共款，去咖啡厅吼讲代志哦，因为什么是？介意爱剥粉伫内底食粉，因为表示讲吼，你是有伫咧食头路的人，讲是你的人，你有要食粉，对无吼？啊，食粉吼，因为伫咖啡店嘛，足侪人伫咧食粉，所以哦，伊就准备即个番仔火，当做伊的美食，吼，互你炸转去。哦，因为你啊传美食因袂摕嘛，哦，啊，你啊放番仔火，伊用会着，伊会摕走。对。所以以早你会记人迄哦，迄做某的人还要偷掠，翁去。路口偷食粉味，就是检查伊西装内底是毋是有番仔火哦。酒吧的番仔火就知影哦，去酒店吼去偷食。啊，番仔火遐时阵就是咖啡店的，算讲伊的美食啊。地址拢伫咧哦。啊，为了即摆已经毋是咖啡店啊，毋过顶岸哦写的物件足趣味的。像中即个宾利，即间吼，伊个显开吼，伊写咖啡屋对无？对。毋过你看哦，伊顶岸写哦，按摩，伊从1楼到2楼、3楼开始生意无共款哦。哦，1960年时阵哦，台湾就流行纯吃茶，哦，酒去啥？迄伫日本是表示讲伊无粉味的意思。哦，顺的，毋过来到台湾煞变有粉味的。对，就是我听足侪足侪，拢以早的册内底都写讲，迄个时代，咱老爸老母迄个时代哦，因去遮约会吼，内底吼西门町足侪，因咧椅啊吼，都是哦，拢每一个椅啊，一块椅啊，一块桌啊，啊有拖卡垫。哦，你必须种服务生吼，摕手电啊，照从那带看电影咁照，带位了，卡垫就拖起来，去遐约会啦。哦，啊，从你遮番仔火顶方有诶哦，从你看伊画一个钢琴无？这个西门町表示讲内底放啥？放高级的音响啊，都钢琴伫内底。哦，从西餐厅咁看，有请人来表演。这位诶哦，从这间田园是咱另外一个作家诶前辈雷香，即摆迄诗人雷光下因老爸雷香，伊有写过伊哦。上早高中的时阵哦，听到接受到迄个古典音乐，都是伫咧即间星光园边仔的田园咖啡。啊，你看顶外号码哦，伊有4码5码对无？咱都会使去算讲伊是倒一个时代。哦，从咱喺台湾从台北到基隆，伊是1952年了后，就是变5码。哦，变5番。啊，之前是4番。哦，啊，你安尼算你就知影讲哦，什么时代的咖啡店？因为即马相片足少的，所以我拢靠这番仔火去想讲啊，原来这个所在、这个地址哦，这间厝以早是一个咖啡店，哦，就是安尼。讲到这个咖啡厅，除了去遐听音乐，大家遐互相交流以外，这咖啡厅提供予咱台湾人有啥物款的空间呢？咱小休困一下，加上继续来讲。
听讲老头家就是讲吼，迄个我知影讲吼，这英国啊有这个咖啡加工厂内面的员工吼，走去西门町去看讲，因这咖啡豆啊吼卖到迄个所在，敢真正有遐尼侪人在食因的咖啡，敢真正是安尼啊？当初伊嘛咧讲啊，奇怪啊，这个咖啡加工厂吼啊，生产遮尔啊侪咖啡，等到阮分啉吼啊，拢无啥物人要啉啊。拄好有讲到讲，咱台北西门町有一个叫做南米咖啡嘛。伊当初就是讲，甲遮个咖啡豆啊，因为南米咖啡是甲咱这个加工厂买迄个酸豆。因为这个南米咖啡因已经有迄个烘咖啡豆啊，所以因就有一天吼，就从坐火车来到咱台北的迄个成都路，啊去看这间南米咖啡啊。当然南米咖啡以早的名叫做中南米，因为这南米公司本来是一个饭店。啊，边仔有一间小小的迄个咖啡厅安尼，啊，所以伊就是咧卖咖啡啊，佮卖芳的部分。啊，因来看的时候，因就发现讲。哇！啊，这真正咖啡，佮排队呢，佮排队咧这个所在。伊讲迄当阵因桌啊，吼排足长的桌啊，啊边仔就放一个椅啊，啊差不多20张椅啊至30张椅啊，就安尼细细啊就开始做。但是啉咖啡的人竟然是咧排队，啊伊佮去甲问看嘛，讲哇啊这个咖啡啊一杯卖偌济？伊讲啊咖啡一杯竟然卖5块银啊！啊咱这个咖啡饲了，伊就讲啊，阮咧分啉。到落这个所在吼，阮食一碗切仔面啊，甲2块银。啊，既然阮这咖啡小小的一杯，竟然我都卖5块，卖甲大家拢咧排队。结果伊讲的部分就是讲，原来大部分咧啉咖啡的拢总是咧戏院的外口，戏院，就是迄当阵大家要看电影，啊，拢会捧一杯咖啡去啉安尼。所以其实迄个时阵哦，代表讲吼，啉咖啡是一种行伫迄个时代潮流的上头，是足歹的一件代志。1950年开始吼，全世界开始流行叫唱片，啊，台湾嘛同款，因为去咖啡店算讲较高级的所在，所以音响算高级的啦。因为就唔是每一个人厝内面拢会使有迄个高级的音响，所以去啉咖啡、约会，吼啊去听唱片，就变成一个算讲一个噱头啦，吼啊，迄个。后来一直到迄个1980年左右哦，录音带出来，录音带出来了哦，就随身听啊，所以哦唱片就开始无迄个魅力哦，较无人去咖啡厅啊，因为迄个时阵哦开始台湾哦股票开始起来，像咱去台中吼，我去采访两间的咖啡店吼，因吼内底拢卖便当。卖便当，嘿，茶做的便当，伫台中就有名。你去市内去问吼，去咖啡店食便当吼，凊彩一个台中人拢会来你讲伫倒位，吼。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哦业务员吼，因吼爱出去找业务吼，因为你也都公司表示讲你头毛戏嘛，吼，头家会无欢喜，所以你爱出去了，因吼咖啡店遐济咧。啊，这咖啡店头家哦，为了要服务因吼，请木工吼定做迄落茶柜啊，吼一个都挂锁头。放啥卡塔都去无？一个业务员足重的嘛，卡塔都去，都互你放在遮，你免走来走去。而且每一个咖啡桌啊顶悬放采一支电话，哦，会使联络代志，嘿，做生意。所以迄业务员吼，早时啊就入去哦，到遐啉咖啡、讲代志、食饭，到下班啊离开。啊，咖啡店带因来互相依顺，就是安尼互相靠对方的啊，因为伊需要这个场所，啊，咖啡店嘛需要因来消费，哦，才有生意。2001年吼，咱的股票的收盘吼，本来是12点，台湾本来是9点到12点，吼，你看股票3点钟尔，后来变做下晡点半啊收盘，结果遐看股票的吼，本来伫咖啡店遐盘烂哦，煞变做买便当，伫咧因为点半超过食饭时间，所以变做伫咧咱股票公司内底伫咧看股票时，变做叫便当来食，煞毋是去咖啡店。无以前12点收盘了，因哦趁着钱就用到伫咖啡店开始消费啊，吼叫物件来食，所以咖啡店因为吼咱股票哦时间吼收盘时间吼改到下晡点半，生意煞走去，后来就对着咱迄 SARS， 哦2003年 SARS 对伊影响嘛足大，所以咖啡店哦老牌的，我讲采访遮吼咖啡店哦，慢慢啊生意就愈来愈歹，啊倒来就是哦。咱迄国际迄种连锁的咖啡店，星巴克因吼，因伫咧1994年到
1996年吼入啊，开始西雅图啦吼，星巴克拢入啊，哦嘛对因的生意嘛抢一寡去。一直到2000年了后吼，头拄咱讲过，因为吼种种的原因吼，生意开始歹了后，开始有第3波的咖啡出来。就是咱即马讲的叫这种精品咖啡，为美国来的吼，因为精品协会。啊，为什么有精品咖啡？一开始吼，这咖啡的叫新产这国家吼，拢去有大公司去垄断去。啊，所以吼，精品咖啡有一巧，伊个办这精品咖啡人足巧，伊办这个比赛哦。啊，你是毋是来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哦，比赛了就使得讲生意，你无带你买豆啊，对不？简单的吼，即马去比赛。结束了，就开始伫咧拍卖啊！吼，因为安尼所以开第3波。遐呢，讲到这个做咖啡这个方法啊，但台湾即马佫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做法的？吼，这做咖啡一开始哦，100年前本来是当讲农部嘛，吼，华南农部的冲煮，后来吼开始变，咱正后做侪即马老店拢用裁缝啊，裁缝迄日本来，迄上早是欧洲因发明的，后来1925年。日本第一间咖啡机械公司吼，发展到知道伊来改良过。本来伫欧洲伊是吼打葫芦形，无伊是安顶管较圆。啊，日本的这种款的裁缝顶管是直的，下骹是圆的，对无？吼，一间公司即嘛真有名，叫 Kono。Kono 就是第一个用这个欧洲的这种裁缝来改良，啊，后名合作裁缝。所以头拄农部开始哦，所以咱正后开始1950年开始哦，即嘛咖啡店用裁缝，裁缝本来用酒精嘛，后来吼台湾的头家较巧，用酒精麻烦危险，用叫雅士，看雅士讲吼，所以即嘛去哦，西门町来去倒位哦，吼，你大家所在迄个老店，你看下骹拢看雅士讲，迄表示讲哦，这至少拢超过20-30年以上的老店，哦，后来变到咱都讲的，咱个星巴克因入吧。到意大利的叫 espresso 哦，机械，伊机器大台机器哦，吼，机器了后即嘛第3波即嘛只少年头家因开的咖啡店嘛，拢总有，看你 espresso 也是手冲的哦，用纸的啊，裁缝拢有，哦，即嘛咖啡就变到吼，为了服务吼人客吼，每一种咖啡无共款咖啡会使无共款的器材，所以因全部拢有准备。讲到这。精品咖啡的时代已经来到位啊！台湾人即马知影讲吼，其实咱台湾除了高坑以外，还佫伫南投拢有伫咧种咖啡。讲到咱台湾之前有一段时间无种，为什么即马佫开始种啊？迄个时间点是对倒位开始？这段历史吼，阮咧1999年的9月21号，应该大家也会记得发生啥物代志，就是咱的。大地震嘛，对。大地震了后，咱的古坑公所吼，这间公所伊是全岛，就是全岛。当初的乡长叫做谢淑雅，伊就是来到咱古坑荷包山，有去拄到这个黄庚子先生，咱拄我讲的咖啡耆老。那这个黄庚子先生就甲报告讲，哦，咱这个所在吼，咧日本时代就曾经就拢种过咖啡，爱甲这历史的部分，甲咱的当初的乡长叫谢淑雅来报告这代志了后，伊甲发现讲，哎哟，咱古坑是毋是用好好来利用咖啡这个历史甲文化？所以咧。2000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因就去找真济有关咱台湾咖啡的历史，所以因咧2003年的时阵，咱甲去办这个第1届的台湾咖啡节，到今年为止吼，咱总共办了20年啊。当初日本时代，甲民国47年的这个咖啡加工厂，甲2003年办的第1届咖啡节，这拢有。绝对的关系啊！即马甲连做伙了后，所以即马大家当初迄当阵2003年是干那真正咱古坑有较大量咧种咖啡，甚至迄当阵咱的古坑咖啡是占咱全台湾省的第1名。啊！但是因为这20年内底吼，因为足侪的迄个其他的县市嘛，拢大量咧种咖啡，啊，所以等到阮古坑咖啡已经慢慢拢退来后尾去啊，吼，是。对啊，无要紧啦，就是即马有你拍拼，当然就是讲拼得去前10名嘛是有机会啦。这是无问题，因为大家拢咧希望，阮就是咖啡农嘛，阮咖啡农就是拄我老师嘛咧讲着讲，这咖啡咱要安怎互伊的品质，
吼更较好。啊，当然这包含伊的品种啊，甲伊咖啡农吼采收落来要安怎处理伊的所有的过程啊，甲烘，一直甲萃取，一直甲煮一杯咖啡，这个所有的过程伊拢是非常的重要。啊，而且阮即马这个农场所咧做的部分，阮都是希望讲，伊要安怎对一粒种子，我要安怎变做一杯咖啡，啊来行这个所谓的教育教学这块，这即马就是阮即马咧推广的部分咧。你讲做咱台湾第3代这咖啡农啊，所以其实你是看真济嘛，捌真济。啊，对咱台湾的这咖啡产业，你有啥物款的望甲期待无？因为咱台湾无足大的，所以咱所有的这个咖啡，咱目前啦吼，咱目前的咖啡是99%应该拢总是咧国内的做销售，伊唔免坐飞机，伊唔免坐船，所以这个碳排放这个代志嘛，拢有绝对的关系。啊，过来就是讲，咱希望是行教育教学，互咱的后一代知影咱台湾咖啡的历史文化。啊，过来就是产业，这粒籽要安怎变做一杯咖啡？我认为讲，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大，吼，所以这就是我希望未来大家对咱台湾咖啡更较了解。也今仔日听到咱的头家个哈利咧，甲咱讲到咱台湾人啉咖啡这历史。唔管你是这咖啡是家己卖的，是讲买一包家己来冲的，其实咖啡早就存在咱的生活当中，而且甲咱的生命是相牵绊做伙。也透过今仔2位专家来甲咱讲到这咖啡时代演变是真有意思。非常感谢今仔2位来甲咱现场甲咱分享，这非常多谢。谢谢。讲到这杯乌乌的乌水，有人家叫做是咖啡，伊的名这咖啡呢，咖啡豆啊泡出来算是有无同款的气味。有的人这爱咖啡是爱甲强袂死，3分7匹，互伊扭去。也有人认为讲这咖啡叫做乌金，会当赚到真侪钱。随时用伫咱的台湾，这咖啡有一段丰富的过去。邀请各位观众朋友来到咱台湾各地头，啉到在地咖啡，做伙来支持咱的 MIT。我是嘉豪，咱后礼拜做伙来欣赏，这是台湾款，咱再会。非常多谢老师，多谢，谢谢。